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顶礼拜已经过24节气的寒露，天气慢慢无亲像热天才热人，开始要有9降风落南啊，再来过来就是寒天，大家就开始注意到，敢会强出现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热第8条。大记字典解说这日热，本来意思就是讲火咧炎正热，落尾咱嘛讲有热情的意思。像讲热烈，若是讲形容真强猛，咱讲是真猛烈。另外，这个烈嘛会当形容一个人的个性真直，有正义感。像讲咱讲烈士、烈女，啊，金门有烈士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激烈，也毋过咱嘛常在听讲有人读做激烈，意思拢是比如做强烈。像讲这场比赛拍较足激烈。第二个词读做热烈，这是形容火真旺的形。嘛会当形容讲是火烧甲真热烈，同款会当形容讲是表现甲足有感情，像讲热烈来欢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即届这两队球队比赛拍甲特别激烈，莫怪所有的观众气氛特别热烈，因为无看甲上尾，根本就约袂出来是胜输胜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烈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